各位朋友，如果你需要一部經濟實惠同埋可靠嘅商用汽車咧，就快啲嚟呢個 Excel Automotriz 認識佢哋嘅霍東福田汽車系列。霍東福田咧係中美洲銷量之首，呢度咧有小型嘅貨車、客貨車、小巴、別谷，你需要嘅一切應有盡有。霍東採用先進科技同高效能引擎。例如符合 Cummins 標準開發嘅2.0歐勤引擎，帶嚟更高效率。另外提供充足扭力，適合各種路況，同時有節省汽油，耐用性高，營運成本更加出色。再加上 Excel Automotriz 嘅全面支持，擁有全國其中一個最完善嘅服務網絡、專業技術人員同充足零件供應，確保你嘅生意永不停步。霍東嘅堅固內容同埋佢嘅效率咧係市場公認嘅。你依家可以去到 Mamordo、Chutre、David 同 Benelome Excel Automotriz 嘅分行嚟親自試駕，認識佢嘅價值。